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航叔歐宇航啊！航叔而家身處嘅位置咧，就正響石硤尾同埋深水埗嘅交界，而我身後邊咧就係著名嘅嘉頓麵包廠。如果係嚟自香港，特別係九龍嘅朋友咧，你都知我企咗喺咩位置㗎啦。咁其實今次航叔翻嚟香港咧，就玩下食下啦。咁想特登同大家開箱一下石硤尾。咁事關咧，航叔咧都係石硤尾嘅老街坊嚟嘅。咁啊，今次翻到嚟，除咗揾啲舊屎嘢同大家開下箱之外咧，其實都可以值得咧發掘一下呢個石硤尾嘅深水埗地區。嗱，好多朋友又覺得，喂，石硤尾啊，啲公共屋邨啦、深水埗啊、舊區啦，有咩值得好開箱咧？你哋就錯咯噃。咁事關呢啲舊區咧，反而對我哋呢啲香港嘅老移民咧，更加之多嘅回憶喺個腦海入邊。所以今次航叔咧就特登翻嚟同大家開箱一下石硤尾深水埗。嗱，我分分鐘覺得咧，呢啲地方啊，比咩尖沙咀啊、銅鑼灣嗰啲，即係嗰啲商業地區咧，更加多嘢玩，更加多嘢食啦！即刻跟住我同大家開箱一下 ，Let's go！大家好，我叫歐宇航，熟悉我嘅人都叫我做航叔㗎。我係居住響加拿大多倫多，一個中意旅行嘅爸爸，順便做埋一個業餘嘅 YouTuber， 主要會用加拿大華人嘅角度去為大家開箱不同嘅航空公司啊、火車啊、郵輪啊、世界各地嘅旅遊景點，甚至同大家測試一下不同嘅旅遊產品，等大家下次出門都能夠行少啲冤枉路，更加得心應手。嗱，好多朋友都問啦，喂，石硤尾啊，公共屋邨嚟噶嘛？咁究竟石硤尾可以住邊度呢？原來石硤尾呢有一間由歷史建築物改建而成嘅酒店噶喎。望一望後邊，嗱，呢一間呢就係由香港青年旅社協會經營嘅美荷樓旅館，正坐落響石硤尾大埔道對上嘅巴榮街。嗱，呢度原本係1954年因應石硤尾木屋區大火而興建嘅第一代 H 型徙置大廈第41座，亦都因為呢度正就係香港公共房屋發展嘅起點，所以石硤尾村重建嘅時候咧保留咗美荷樓。經過翻新同埋活化之後，去到2013年就變成咗今日嘅美荷樓旅館。所以航叔亦都趁住呢個機會咧，特登走去住入呢個歷史建築物裏邊噃。位於深水埗同石硤尾兩個地鐵站中間，美荷樓旅館合共有129間房，裏邊主要分為獨立嘅套房啦，同埋碌架床嘅多人共用房間。咁我就當然租咗間擁有2張單人床，並且有獨立套廁嘅房間啦。2025年3月經過旅遊網站預訂，只係需要120蚊加幣1晚連稅。雖然唔係咩大酒店，亦都冇乜服務，房間亦都係用翻以前公屋單位嘅間隔一樣，咁但係都已經非常之闊落。房間裏邊嘅設計亦都冇乜花巧，非常簡約。除咗價錢之外咧，航叔睇嘅最緊要就係間房要企理，加埋位置非常之就腳，所以我都建議大家下次去到香港有興趣的話咧，不妨試一試呢間旅館噶噃。只不過由於係青年旅館啊，咁所以 check out 嘅時候咧，記得將啲床單、枕頭套自己拎埋落去大堂抌低佢。再者，由於呢度係70幾年前嘅設計，特別係夏天時分，各位由冷氣嘅酒店房間一打開門咧，已經係外邊熱辣辣嘅走廊，唔係人人頂得住嘅。嚟緊呢個免費景點咧，亦都可以話會勾起好多嚟自香港嘅朋友嘅回憶啦。咁亦都非常之就腳，就響正咧，航叔今次住呢個嘅酒店樓下就係呢度啦。美荷樓生活館係一個完全免費俾公眾參觀嘅博物館嚟噶，入到去裏邊咧，猶如走入時光隧道，翻到去50年代嘅石硤尾徙置區入邊。例如單位裏邊嘅碌架床啊，再加多個角仔添。家戶戶響走廊度煮飯啦，呢個永遠唔敢入去嘅公共廁所、天台學校等等，相信都係好多香港老一輩朋友嘅集體回憶嚟噶。至於2樓呢，則係有4個屬於不同年代，同樣都係位處於石硤尾村入邊單位嘅情況。雖然話就話係模擬翻當年居民生活嘅情況啊，咁但係分分鐘響裏邊呢，都可能會揾到你同我嘅蹤影嘅。近年咧喺石硤尾咧有個新興嘅旅遊景點，就係呢個前深水埗嘅配水庫，就喺個石硤尾後邊嘅主教山嗰度上邊嘅，裏邊咧亦都有啲好特別嘅古羅馬形式嘅磚啊砌成出嚟嘅噃。咁所以今日航叔咧即刻帶大家上去睇一睇，研究下呢個歷史景點啊 ！Let's go！ 講到歷史，除咗石硤尾徙置區之外咧，主教山配水庫亦都係近年一個非常之熱門嘅景點嚟噶。
呢個建於1903年嘅配水庫呢，水務署原定計劃響2020年清拆，但係其後受到不少保育團體嘅關注而被逃過清拆嘅厄運。嗱，如今亦都變成區內另外一個免費參觀嘅景點噃。嗱，各位由巴域街另外一端沿住石級行上去上邊，大概需要行10至15分鐘，都需要少少腳骨力噶。嗱，雖然只係一個配水庫，咁但係大家行到入去裏邊呢，就有如置身中世紀古羅馬嘅建築當中，絕對值得大家入去參觀打卡噶。嗱，雖然都係免費入場，咁但係亦都有人數限制嘅。最好就好似我咁安排一早9點鐘開門嗰陣，啱啱飲埋個早茶行入去，當做晨運。嗱，另外水務署亦都安排咗免費導賞團嘅，咁但係需要預先到水務署網站預約，同埋好快爆滿嘅。除咗話我呢類所謂嘅老街坊啊，另外一點我選擇響石硤尾嘅原因呢，就係因為呢度有好多好嘢、平嘢同埋地道美食。始終舊區咧真係有佢哋獨特嘅味道噶，呢食物基本上遊客區揾唔到噶。之前另外一條片咧，韓叔都已經同大家介紹過石硤尾街市平台嗰間屋村茶樓，同埋深水埗福榮街一帶嘅食肆啊。甚至例如南昌街呢間煎味餅店啊，耀東街嘅大排檔、青山道雪山冰室等等，都係非常之就腳。全部除咗係我呢個石硤尾街坊嘅回憶之外呢，亦都絕對值得介紹俾各位。另外欽州街行落少少又有黃金商場啊、鴨寮街等等，呢啲全部都係近水樓台，住翻響石硤尾附近呢，步行10分8分鐘就到噶啦。另外韓叔亦都想順道介紹埋屹立深水埗區嘅嘉頓麵包廠。呢間位於大埔道同青山道交界嘅廠房呢，早於1930幾年已經建成噶啦。我長大嘅時候呢，更加有酒樓啦，同埋西餐廳添。而近年佢哋就重新開設咗一間叫做 Garden Lab Cafe， 主打新派嘅烘焙麵包同埋精品咖啡嗰啲噶。雖然話食嘅嘢係新派新潮，咁但係裏邊呢亦都保留咗一啲香港人嘅集體回憶。例如門口一入到去嗰個充滿生命麵包色彩嘅地板啦，配以嘉頓嘅歷史圖片，同埋嗰啲生命麵包托盤等等咧，俾大家去打卡嘅。食物方面咧，我覺得係非常之高質素，咁但係價錢相對同區嘅麵包鋪咧，就真係貴咗幾個碼啦。另外響嘉頓廠房後邊，亦都有一間嘉頓嘅特賣 Outlet， 裏邊有非常之多嘉頓嘅產品以直銷價推出嘅添。香港好多嘅舊型屋苑咧，可以話係買少見少噶啦。咁啊，始終咧時代進步啦，好多嘢舊咗就要拆噶啦，重新起過噶啦。咁但係唯獨是咧，韓叔發現咧石硤尾村呢一度咧，都30年零啦，都好似冇乜點變喎。當然起咗好多新嘅，但係舊嗰啲咧都有一紮依然存在，好似身後邊呢啲舊型嘅公屋咧，都仍然喺度嘅。咁啊，即係諗翻起咧，都好多即係回憶喺度啊。咁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咧，就係韓叔感受到咧呢度嘅人情味咧，都依然喺度嘅噃。當然你哋話深水埗一帶都有好多不同類型嘅酒店啊、旅館等等，不過嗰啲咧我就真係唔敢推薦俾各位啦。始終住響美荷樓呢間響石硤尾深水埗區內有超過70年歷史，對香港發展有咁重要意義嘅建築物，而鄰近一帶只係需要步行10分8分鐘，有景點、有古蹟、有好嘢食，仲要係平民價錢，就連車錢你都慳翻添。